恭送关圣帝君伏魔真经，观考人验彻道心，真心一点贯古今。圣贤之门正道统，了脱生死从此门。帝王将相评和论，功过对错称己身。君临天下成次县，伞上罚恶见世人。虎虎降龙家邦正，威仪显赫三界经。魔高一丈何足惧，道高一尺化太平。真水真火系身上，浩然充塞在其中。经年累月修精进，忠孝节义表万民。关圣帝君伏魔真经，一炷馨香上告天庭。斋庄中正纯然清净，无私杂念亦成显灵。二目首悬真人佛性，敬天理神善心福音。手提合同只害怀抱，金钟贯日一片丹心。焚香导诵伏魔真经，神威法身即刻降临。斩妖除魔贼寇平定，魍魉邪魔杳无踪影。先论修身存心养性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。天高地厚奥妙治理，物事明就通晓人情。辟除异端分别义利，阐扬道义大道流行。玩物丧志亡人丧命，解除抑郁勤奋耕耘。若存恶心名满暗骗，狡诈偷克欺哄愚蒙。比见弱小视钱入善，以富压贫利利致昏。犯者反省恕勿怠慢，眼业快刀毫不留情。凭借公职敛财磨砺，占为己有对仗万生。金银财宝善财善舍，大事须弥佛家一文。贪嗔痴爱心思不断，酒色财气强困真人。克己峻严难处下手，文恶庄容文道明聪。纯阳醒察心存未尽，除恶务尽斩草除根。气出浮躁气盛生事，待人处事温良俭恭。自诚无习暗示无欺，二六慎独时刻战经。见义勇为不分物我，万类香港以忠以诚。无欲而刚有道而正，法效白水一生洁清。民不上茶直不进账，在自但若忘力，大众自正理若光明，念起心动念，青天白日，奉公正体，心正感神。端正威仪定以修，与汤正也重水，古今一说无偏执，视听言动合乎中庸。临反现非短显化，出生阐述内在之行。
诵听民心，依经实践，倡导恶心。再论人道纲常伦理，人孝道立基道化家庭，父慈子孝人间美景，孝显门第则等风。曾子三省克主替，黄香冷气夏凉冬温。三朝文王一喜不足，深损梦中沉迷。胆道经文奉为规列，老少皆能采一情。家有父老不立围墙，安身立命大道奉行。爱亲不误近亲不爱，爱敬是亲德教百姓。立身行道扬名不是，以显父母四位教道中。同气连之。网络不顺了，跳出来了，重开，重新连进去，从那里再连到 Google Meet， 网络在会议室，网络途径啊，那怎么按不进去呀？重开机呀！为什么常常网络不顺呢？网络不顺呢，按不进去啊！不容易按啊，真不容易啊，得来不易啊！要珍惜华宝。谢。网络范言直径长筒，即使业人与世混浊，唯我不能。三论东贯长虹，看动山河理列东西。天如其康劳不坚，直捣万余。日夜朝朝乾坤朗大，千城殿烈火纯金。天地凭谁千古常在？星斗惟尔万世长恒。其有圣周游列国，退道迅速天下平。人义正道万物皆义，16字节守护一统。孟子性善事端之三，清别毅力一生大功。其为也配义，当自妙自灵，属困苦一时久载。汉节手握心在朝廷，威胁利诱不辱使命，饮血吞占不灭忠心。诸葛孔明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，只求田丰。忠臣易守，逆臣力取。何来何去，何必相争？杨家将士一门忠烈，精兵猛将条条忠魂。报国12金牌何惧死生？荡气回。又是网络不顺利弹出来了。
嗯。大愿大喜，尊师重道忠义双成，历代圣贤先真奥菩萨，后人仰瞻忠义精神。人无忠义如墙边草，见风转舵使人看清。无义失信无廉失耻，无信不威无耻失人。大节不渝于义殆尽，无云则混，无度则昏。无伦理者无修身者，无忠义者无道德根。真修道子修己远虑，丝毫不苟面发言行，是切或戳砥砺琢磨，是读八邪荡然无存，穷不思议达不离道，忠贞廉洁立德立品，真谛妙理金笔垂示，告诫世人一部真经。无魔真经日日持诵，主境纯诚必有感应。全心跪拜持念观心，忠义相随日夜遵行。心宽体盘精气神聚，无有半点亏欠存心。妖志不生魔当不入，太和元气七彩祥云。逢凶化吉，遇灾成祥，尊敬孝行，转运感命。经传千秋，远者激我，诵念行久，美大圣神。无魔真经全诵至此，浩然正气充摄满溢。唯独无气意气经中，唯独无形成就大功。一心贯彻，一心一心，九六乾坤彼岸同灯。千灾勿忽十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，四叩五叩，六叩七叩，八叩九叩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灵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言显化在浦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头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连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一马面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摄对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
清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7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化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迹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，爱降祈福诵经回向文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前序玉之名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。网络不顺，转声音呢不出来了。这么近还听不清。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弥勒祖师、关圣帝君、关圣帝君、诸佛菩萨、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。治所自导。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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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前贤，今天后学就导读到这里，谢谢，感恩。感谢前领任慈悲，感谢前任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